稅務局表示，2011至12年度嘅整體稅收係2383億元，較上一年度增加1成4，創咗歷年新高。稅收增加主要因為利得稅同薪俸稅都有上升，分別有1186億同518億元，都較上年增加2成7同1成7。另外，稅務局喺過去一年成功追回10宗，每宗都超過1億元嘅重大避稅個案，亦都有助稅收增加。不過，稅務局局長朱任元就話，由於局方手頭上已再冇呢類個案要調查，加上外圍經濟差所影響，估計明年嘅稅收會下跌。因為歐美嗰個經濟嘅前景呢，就係險佳啦，就外圍嗰個嘅環境呢，迅速惡化嗰個風險呢，亦都係增加緊。由於香港呢係一個好細小嘅經濟體系啦，香港好 small economy 而香港經濟嘅形式呢係個開放型經濟嘅，一個即係好 open 嘅，咁我哋特別容易受到外來嘅經濟環境嘅影響，甚至係嗰啲其他嘅因素呢，就影響到我哋嘅稅收嘅。稅務局估計來年嘅稅收約2145億，會較今年跌1成。另外，朱任元話：現時本港嘅稅基非常狹窄，要交稅嘅個人同公司只係佔整體勞動人口同整體公司數量嘅4成同1成。但係咪要擴闊稅基，需要社會有共識先至再研究。稅務局今日發出216萬份報稅表，跌入稅網嘅人數打破歷年紀錄。局方解釋，因為去年好多人嘅工資都有增加，納稅人要喺6月2號前交表，經營獨資業務嘅人士就要喺8月2號前繳交，而選擇網上報稅嘅人士就可以再遲多1個月先至交表。